有旅行社飯店會去到機場接人客，桃園機場公司就表示講，若准用這菜牌啊，或者用這行李佇咧大廳佔位，影響到旅客卡路，8月開始就會處罰上懸罰2.5萬。接機大廳旅客出口的機場仔，定定客真濟接機的人。逐擺若人傷濟，業者就會直接用接機的空板、行李箱，還是個人物品佔位，礙着通行的路線，引發糾紛。旅客對此有無同的看法？如果是長期佔位的話，沒有辦法接受。這個地方是公共的區域，不是他們私人的。那如果你只是短暫的，而不是說一直在那方站的話，那沒有影響到就是民眾的通行的話，其實對我們而言，我覺得就還好。行李箱是沒看過，都有看到立牌站一排的人，就是站在這邊，是真的是有看到。那會覺得動線會影響嗎？還好啦，我個人是覺得還好。桃園機場旅運量今年頂半年超過2578萬人次，偏舊年同期成長9%。如果今年有希望破5000萬人次，創下歷史新高。為着要維護旅客通行甲航廈的規矩，桃園機場公司表示已經發函提醒旅行社配合，後續會繼續加強巡檢。那一直囥袂聽8月份開始會以民航法開罰5000到25000塊。所以他現在要開罰，你們的看法是什麼？他們有他們的考量啊，他們考量，我們當然是盡量配合，也希望說他們有地方讓我們可以接，像國外的，不管是哪個國家，不是都有設一個接機區嘛？那不然來講，怎樣怎麼接機？對不對？你如果說你不給人家擺，那你要有一個地方專門的區域給人家接。如果說呢，能夠給一個比較專門的區域，那用統一規格的接機牌，應該也是一種好的方法。旅行社業者表示，接機人員拄着尖峰時刻，確實一位難求，所以3、5時會佔位，建議設接機專區，徹底解決通行甲接機的亂象。記者綜合報道。